台灣今比新增加一例武漢肺炎境外落來嘅個案，全台灣累計確診病例係437例，今年連續22年無本土病例出現。指揮中心講，亞擺斷網健康指出確診病例，還有當有可能發生嘅病例，就係發生喺盤沙監等嗰天。用盤沙監確診病例第三項檢防分布來看，並無圖特定時間係個空間群起嘅現象。排算係因為雙監項當合，人當到接觸，就會使到病毒吹來吹去。早晨，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，愛同紓困法比抗台，今日要做些無投保，係個農業民族權，有兩隊都做得同政府申請，排付費1萬元，也大概有154萬人享受得到。台大公衛學院盤算，6月底全世界當年新增加嘅個案可能就冇2500例，也代表大流行就愛過嚟咧。不過下一擺有可能會在個別出流行嘅時間點，有可能係秋天或者係寒天。南韓連續16日新增加病例都冇20例過後，政府宣布疫情有效控制下來嘅，接下來社交距離規範做得樣樣。不過日本疫情實行係大厲害。首相安倍晉三今日會宣布同緊急事態宣言放長到23日底。